11月15日，沙田日馬獨角獸香港賽馬貼士。大家馬迷好，大家可以重溫返上次獨角獸所提供貼士嘅賽果。第一場1200米4班，首選2號佐治傳奇125磅12檔，潘頓配呢個5棚字。次選7號一路精彩124磅7檔，潘大偉配呢個呂健威。三選14號元好運122磅5檔，麥道朗配呢個廖康明。最後1號光年情長132磅14檔，蔡明紹配呢個無偉傑。第二場1800米5班，首選6號龍澤飛駒132磅2檔，希威森配呢個貴福特。次選7號華美之威130磅10檔，布文配呢個告東尼。三選11號永勝金區123磅6檔，周俊樂配呢個丁冠豪。最後10號金德義126磅9檔，潘頓配呢個賀賢。第三場2000米4班，首選13號風起雲湧122磅1檔，班德禮配呢個蘇偉賢。次選12號怪獸叉燒126磅2檔，梁家俊配呢個丁冠豪。三選3號同益善132磅13檔，金城江配呢個尤達榮。最後1號智多多寶135磅9檔，麥道朗配呢個大衛希斯。第四場1000米3班，首選2號翠紅132磅7檔，艾少禮配呢個廖康明。次選4號領航君子125磅1檔，潘頓配呢個鄭俊偉。三選6號聖萬金121磅12檔，鍾奕禮配呢個告東尼。最後12號飛來閃耀118磅11檔，巴道配呢個賀賢。第五場1004米4班，首選14號金鑽精靈117磅12檔，班德禮配呢個偉達。次選3號女神134磅13檔，潘頓配呢個蘇偉賢。三選9號黃金騎士128磅7檔，何澤堯配呢個呂健威。最後5號加州得力129磅3檔，布文配呢個告東尼。第六場1650米4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，首選13號午夜快車121磅2檔，艾杜拿配呢個大衛希斯。次選9號
精算特殊124磅12檔，周俊樂配呢個鄭俊偉。三選5號奮鬥心130磅13檔，潘頓配呢個伍鵬志。最後12號精明選擇121磅9檔，霍雲星配呢個伍鵬志。第7場1200米2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。首選10號風雲武士124磅11檔，田泰安配呢個大衛希斯。次選1號愛馬仕135磅10檔，梁家俊配呢個鄭俊偉。三選11號風再起時122磅1檔，潘明輝配呢個毛偉傑。最後9號標致星河124磅9檔，潘頓配呢個文家良。第8場1200米4班，首選2號會當凌131磅9檔，周俊樂配呢個毛偉傑。次選12號劍無名121磅8檔，鐘奕禮配呢個告東尼。三選1號安道135磅12檔，布文配呢個蔡約翰。最後10號金風萬里123磅1檔，杜遠恩配呢個黎超星。第9場1650米3班，首選6號肯佩斯126磅11檔，艾少禮配呢個何賢。次選7號堅有利126磅10檔，潘頓配呢個沈澤成。三選2號艾利奧124磅7檔，黃志宏配呢個大衛希斯。最後12號天時名區123磅9檔，杜遠恩配呢個大衛希斯。第10場1600米3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。首選3號幸運派彩132磅8檔，奧爾文配呢個徐宇石。次選9號勁沙塵123磅1檔，巴道配呢個廖康明。三選8號火焰閃爍123磅12檔，田泰安配呢個大衛希斯。最後5號美麗星神129磅5檔，潘頓配呢個告東尼。提醒翻各位馬迷，今日嘅3場精選心水選擇分別係第6、第7同埋第10場。以後麻煩大家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有新片就可以馬上通知大家。點讚我哋嘅影片，多謝晒大家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